什么？你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。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赶快上床吧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只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我相信我以后会是个好父亲。我也相信你会是一个好母亲。我要谢谢你的坦诚。只是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站在他的立场想，他比我更爱你。我跟你说的那么多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别再提了。乃梦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是你的女儿。别再讽刺我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我知道，我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我会把所有的亏欠都弥补给你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。好了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不喝。再喝点吧。再喝一口。喝吧。瞧你。
喝，孩子要喝呢。好了，我没这么金贵，只是怀孕，我可以自己走的，别扶我了。医生说了，说你现在情况还不稳定，不能随便的剧烈运动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对胎儿不好。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？怀孕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啊，慢点。没事的，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经常动，好好动。慢点啊。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。你要慢慢适应。南梦。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
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，你要慢慢适应。行了，你别老哭行吗？有什么话说嘛，说话。他要和我分手。你说仁义要跟你分手？是，你看，他说他要物归原主。他有一个朋友，在跟他分手的时候，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里。你怎么了？哥，没什么。他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你分手？他说他爱上别人了。